大家好啊，我係阿信，係我身邊嘅人人都稱呼佢做朱總。大家好啊，阿信咪玩啦，朱總個名都係以前啲同事開講笑嘅花名，都係叫返我做紅衫魚啦。都係講反正經嘢。今日我哋嘅目的係同大家分享 Life in UK Test 嘅考試內容㗎。好多人都會死記爛記 Life in UK Test 入面嘅模擬試題同答案，但係到真正考試題目，只要稍為改一改就好容易混亂其他年份同人物。我哋就重新整理過英國歷史嘅時序，等大家容易明一啲。事不宜遲，即刻開始好嗎？其中一條係咁問記，在石器時代，誰是第一批在英國生活嘅人？答案係 C， 狩獵採集者。A 同 B 都係解作農民，但係石器時代啲人只會狩獵或者採集生果搵食，仲未識得有計劃地耕種，所以唔會係 A 同 B， 更加唔會係 C， 因為未進化到海盜。呢一題好容易同前面題目混淆咗。呢題會拆開兩種問法，一係會問第一批農民幾時嚟到英國，答案係6000年前。另外係換個問法，6000年前第一批農民嚟自邊度？答案係歐洲東南部。公元60年邊一個帶領部落抵抗羅馬人入侵？呢一題記住人名 Rudika 同埋記住羅馬人 Romans 就可以啦。公元410年、公元410年羅馬人撤離英國後，咩人從北歐嚟到英國？呢一題都係死記住 The Jutes 就可以呢。好啦，英國歷史石器時代篇講到呢度先，下次會講中世紀篇，下次見啦，再見。